大家平安欢迎来参加第93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主题是要来论网络时代的智慧财产权。咱真有福气嘛，真感谢张忠信教授花时间来到咱的中间，要甲咱分享伊的专长，就是智慧财产权。张教授目前伊伫东吴大学法律系伫教册嘛有伫台湾师大伫教同时阵伊阁是对即个咱台湾即个民族法伫即个东吴遐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研究的中心安尼吼。而且伊阁有替咱即个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有想讲咱遮收集的资料将来要交互遮的要研究台湾话，要研究即个收集台湾台语词库即个所有的研究单位，咱要安怎来提供即个语料互因其中敢有啥物款的即个法律的问题爱来考虑伫咧遮咧想的中间即个张教授有甲咱提供诚侪意见今仔日咱即个讨论的方式大概是安尼。张教授伊是想讲，若逐个安尼有问问题有回答安尼来会较趣味，嘛较知影讲，咱逐家需要知的项目是啥物款所以基本上伊会先做一个导论就对啦伊有一个 PowerPoint 要甲咱分享了伊会开放互逐个问问题。所以请咱逐个咧听的时阵你先甲你的问题先写落来还是先写踮咱即个讨论讨论区的所在咱较一项一项请即个张教授甲咱回答因为咱今仔日即个廖教授廖元虎教授伊嘛有咱中间因为即摆伊咧主持一个台湾语料库收集的计划迄是算说讲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刚才伊确定有来针对讲咱即个咧收集即个台湾语料的即个中间爱考虑的智慧财产权的法律有关的法律有啥物爱注意的来甲咱逐个说明好，安尼无我就把时间交互张教授张忠信教授，好，请。是，多谢多谢田教授今仔日我毋是教授，是先我先拜，生好，各位先辈今仔日真欢喜有即个机会来甲大家来报告就是即个网络顶头即个著作权的相关的即个问题啦来我即个好我今仔日呢好，安尼应该有真清楚。所以因为即马大家拢咧网络顶头所以真侪即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爱去了解啦所以我家己咧台湾 Life 顶头即个平台顶头我嘛有开一寡课这课是终身学习的啦，就是互大家来参考伊这是免费的即个课程，所以我是介绍即个课程互大家有兴趣的人。9月即阵已经咧上课但是9月会个重新开课即件代志呢，甲大家报告互大家知影。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呢，差不多是即寡问题就是头拄讲的，就是其实我希望有搁较侪时间，咱有法度大家互相来讨论安尼看起来是较深入啦。嘛知影讲讲到半工到底是有啦，有解决人的问题无即个
智慧财产权，也是讲智慧财产权内面有一个叫做著作权商标也是专利，毋管是倒一种其实我常常咧讲即寡法律毋是咧保障迄个创作或者是发明的啦，毋是这真重要。讲咱若毋是是要创啥？讲其实你看咱即个著作权的即个法第一条讲，是要保障迄个创作人的迄个权利，而且社会即公共的利益国家文化的发展。讲即个普通话来讲，就是讲迄个创作的人，伊即个私权咱爱甲伊保护。但是咱无可能去立一个法讲，咱保护伊，大家拢莫用，所以无可能。到尾嘛是要互别人用，只不过是讲，咱要用伊的物件，爱经过伊的同意。为什么要经过伊的同意？其实就是即个利益的分配啦。古早无即个制度以前，就摕来用就好对无？为什么有即个制度？就是讲因为科技因为科技，所以即个作品会使大量的去甲复制摕去趁钱所以讲安尼无公平所以咱着爱互迄个有法度去做迄个作品的人，爱有一寡利益但是咱讲好爱经过伊的同意伊若无同意，咱就拢莫用哪有可能即款代志？咱立一个法讲，以前拢会使自由来用，即马立一个法讲，伊若无同意，咱就袂使用，无迄个代志。所以咱一方面去讲伊爱有一个著作权，但是另外一方面讲，我有一寡代志我无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我就会使用。这就是咱讲合理的使用，著作权法内面是有这个规定。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一个作品完成了后，不管是一篇文章，一张照片，是一幅图，是一首歌，什么时阵会使受到保护？咱这个法第10条讲，这个著作人呢，伊这个著作若完成迄个时阵，伊就有这个权利。所以伊的意思就是，伊唔免申请，唔免经过啥人的同意，而且呢，唔免公开，唔免发行咱写这个批，批无会公开我写互你是咱讲写这个日记这个我记我平常时的这个私人的代志我无要公开嘛是会使受保护嘛毋免讲爱版权所有这个翻印爱追究嘛毋免所以若毋是咱的，毋是古早人的就是别人受到这个著作权所保护的这个作品，咱要用原则上爱经过同意这个著作权保护的这个作品有真侪拢总斗的呢有11项不管是小说是论文是一个演讲拢是这个语文的这个作品是讲音乐但是这个音乐呢，不是咱想的有人作词，有人作曲有人唱有人录音这个就是一大堆有什么这个录音这寡物件是有人跳舞是比如讲演这个歌戏但是这跳舞、唱歌、演歌戏，其实拢是第11项的这个表演咱咧讲这个舞蹈，其实是迄个剧本剧本是迄个要跳舞甲这个舞的法度
记录起来大家学生来学这个舞才来跳这足侪款这个美术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图嗯，而且呢，这个用毛笔咧写的这款的嘛是咧迄这个美术内面这照片是这图这个图比如讲地图啦设计图这第七项这个电影啦这连续剧啦这拢是在内面这录音这建筑这建筑的图建筑的迄个一间厝是讲这个模型拢是这个内面这电脑程式电脑软体上但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这个著作权保护啥？伊讲保护这个表达，无保护这个表达呢所传表现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个法律内面就安尼讲咱这著作权这个法来保护这个著作权，但是呢，伊保护的干那保护这个表达就是你是讲的话是图照片啥，但是呢，即寡文字、即寡话、即寡照片是即个图内面所想要传互大家知影的迄寡思想迄寡方法包括事实，拢毋是即个著作权要保护的所以我举一个例，就是讲有一本书这管理的方面的书你若咧印这本书你就印着这本书的本理但是呢，这本书甲咱讲这个公司爱安怎管理所以咱若看这本书，知影讲我照这本书讲的迄个理论，我去管理一个公司我毋免去征求伊的同意为什么？因为迄部分这个著作权呢无保护咱就知影，就是讲这就是一个利益的分配就是讲人写的物件，你要印爱经过人的同意，但是伊写的这个物件呢，不管国较高咱就是会使用伊甲咱讲的这个原理，这个方法这是咱这个社会大家这知识爱有法度向前，有法度大家互相来学这就是原理咧，遮无需要经过同意无你去申请专利你若有法度用专利来保护迄是另外一件代志无一般来讲。咱的所有咱学的咱拢是去看，拢是去听来你要印人的字爱经过同意，但是看伊的字，知影一寡代志去做，就毋免伊的同意这是就是咱就是咧讲，这私权甲公益要去做分配是这件代志，咧著作权内面是有处理的这个著作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人格甲财产方面在人格方面呢，我完成一个作品，我有要互知影无？我家己来决定比如讲，我写批互你我写批互你古早咱摕一张纸我写批互你批咧你遐，但是这是我写的作品所以我写互你你收起来就好你袂使甲伊下你的字在内面咱即马讲，毋是啦，我即马甲打迄 Facebook 讲安尼嘛袂使，人无同意对无？伊写批互你，甲你讲一件代志，伊甲你讲，但是伊并无要互大家拢知影所以这个公开发表的原理呢，是迄个著作人呢，伊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讲。这是我的作品，我咧顶头表示我的本名是讲有时
我用我的这个笔名有时讲袂啦，我爱互知影是啥人写的，根本顶头就无名无姓所以这个作者呢，伊做这个决定咧，伊的这个作品顶头安尼表示，咱要来用伊的作品的时，咱就爱尊重伊的决定。伊是用本名，还是用笔名，还是拢无写名咱袂使去黑白改变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伊的内容呢，咱袂使黑白去讲改变毋是讲拢袂使变，是讲你若变了后呢，对伊的名声会造成损害，即款的变化呢是袂使比如讲人原底呢是无结局的结局你讲袂使，一定要有结局像古早讲一部电影讲因两个去抢银行到尾讲有得手呢讲逃之夭夭咱新闻局都袂使哪会使安尼对无？一定要甲你起来就甲电影要放的时就甲加一段讲半年以后讲去互抓着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讲黑白讲就无人迄电影毋是安尼去拍的对无？你袂使黑白讲改迄个结论即款管理呢，即个管理保护偌久即个条文是讲较落落长其实简单讲就是永远的保护即个作品是古早某些人做的，袂使讲伊都无伫的讲过了百年所以换一个人来做袂使即个人格方面的即个管理呢，因为专属即个作者袂使让的袂使互伊这个后辈去继承袂使财产权方面呢就真侪款一般来讲上简单的甲咱即阵咧用的甲咱上有关系就是即个叫做重置权就是 copy 的这个 right of copy 啦是讲咱咧网络顶头咧传的就是公开传输的这个管理有时呢，比如说咱改写是讲改翻译这就是才改做的这个管理等等这个管理呢保护偌久，原则上一世人加50年一世人加50年，但是有时有一寡作品呢，保护的时间较短敢若公开发表后，你以后呢50年比如讲伊着用伊的笔名，是无讲啥人用笔名无讲啥人我毋知影伊啥人所以到底是有伫的无伫的是过身几年嘛毋知要安怎讲袂要紧就公开发表好以后呢50年是法人来做著作人的这款作品比如说用公司来做著作人用政府以这个机关这就是50年是讲照片是电影录音是表演等等呢公开了后50年这50年呢是甲50年满迄年的年底安尼呢较方便你毋免讲到底是倒一天这个发表的是倒一天其实呢毋免你敢知影倒一年50年了后的12月31日时间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了后大家就会使自由的利用但是这个人格的这个管理方面呢，咱袂使去甲卡掉伊的作品就是伊的作品，内容袂使黑白共改虽然时间真久，已经无财产方面的这个管理，但是呢，人格方面爱甲伊尊重所以咱拢讲这款作品呢叫做 public domain 就是大家会使自由利用的这个人格方面的这个管理袂使
让也袂使计提，但是这个财产权方面呢，会使让的哦。虽然法律无讲一定爱白纸黑字，但是呢，我定定拢是建议啊，这个财产权方面的让转移也是授权，法律无讲一定爱白纸黑字，但是呢，我拢强烈的建议一定爱白纸黑字。为什么？啊，无当时是安怎讲的？下摆若要回，啊，就回袂完啊，对无？啊，有白纸黑字摕出来看啊，当时是安怎写的啊？啊，就照这个书面来进行。啊，这个财产权吼，是有可能一部分，啊是全部去让的。啊，比如讲，我写一本册，啊，这本册吼，出版的权利让予出版社。啊，我要翻译吼，变做日文的，啊，我就让予日本的出版社。啊，要翻译法文的，啊，我就让予法国的出版社。啊，要拍电影的，啊，我会使让予电影公司啊。啊，是讲 AI 会使来做迄个游戏软体，啊，就让予迄个游戏软体公司。所以我有可能分别去让法律讲啊，讲无清楚的，就是无讲无清楚的，就是无所以古早吼，就捌有一寡契约吼，无清无楚，讲我着即本我这个小说吼，互你去出版啦，你去出版。当时敢若有迄个纸字咧出版啊，敢有迄个数位档案无啊？是到尾也有迄个什么电子书啊？到底有咧内面无？就无清无楚啊！所以即卖人咧客户拢讲咱着以即卖过去即卖未来的方式去出版发行，这个包山包海啊咧。好，其实较重要就是即个授权啦，即个授权，即个授权足麻烦诶。授权为什么麻烦？就是讲，讲无清楚诶所在呢，就是无讲无清楚诶，就是无。所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我授权互你，你会使用。你要去授权别人嘛会爱搁转来经过我诶同意啊。因为我同意你用，但是我无一定同意伊用啊。你要甲我诶物件摕去互伊，你当然爱问我有同意啊无？好，合理，头拄讲合理的使用，就是合理的使用呢，袂去变做侵害人的即个财产权。但是主要就是讲到底什么叫做合理？什么叫做合理？这法律无法度去规定讲一本册会使用偌济，对无？一本册咱去图书馆找资料，一本册会使用偌济？你看，法律敢若讲，利用的即个质量，咧规本册内面，比例是偌济你要去想即件代志，但是伊并无讲到底是偌济啊。所以即个合理的使用，即个合理要安怎去判断？法律敢若会使去做较抽象的规定安尼所以一个利用到底是毋是是一个侵害著作权即件代志正经要去双方要来argue的时候，可能会去三点爱去是重点。一个就是讲，伊迄个物件是毋是法律保护的？是讲，我到底有用你的物件无？我是你会使画一个领过，我袂使画一个领过，对无？迄领过本来就是安尼对无？当然嘛是会使啊。所以到底是咱逐个想共款所以去创作共款的物件，是足共的
还是讲毋是啊？你著摕我的物件去用啊，好，若是迄是受保护的，我有用你的物件，过来就是咧讨论讲，这是毋是合理的使用？对咱来讲，咱定定用的就是即条讲个人家庭毋是要趁钱的，咧合理的所在，咱会使用图书馆，是咱家己的机器去 copy 伊的作品。这个条文定定会拄到的，就是咱去即个图书馆找资料去用。所以你看伊只敢若讲合理的范围伊无讲偌济是咱嘛是定定看到一篇网络的一篇文章，这袂歹惊无去是先甲下载下摆有闲才来看。这拢是会使讲51条同意的合理的使用。另外一个条文就是这条就是讲我为着新闻的这个报道是我要批评伊的这个观点是讲我为着要学校内面是反正无一定是学校，就是为着这个教册方面是研究等等，但是呢，爱合理的范围才会使来引用所以引用以外会使个翻译，但是呢，爱互知影这是为倒来的，写人的物件为倒来的有人讲我已经注明出处嘛，对吧？注明出处安尼就是合理的使用，毋是你爱合理的使用，合理的使用爱注明出处，毋是讲注明出处就是合理的使用，这是两件无共的代志所以什么是合理的范围？这件代志真歹处理你若去问官方，伊就甲你讲条文抄互你，讲有代志去翻译讲咱无可能每件代志拢去翻译讲对无所以我咧讲是讲其实真简单啦一个物件来用到底是合理无合理咱互相对调就知影互相对调就知影。咱今要用别人的物件，咱就来想讲我若是这个管理人伊的想法是安怎？伊感觉讲安尼是合理。讲咱若要去问迄个管理人，一定讲拢袂使讲毋是啦，你以前咧创作一本书的时，你嘛有去图书馆印人的册你咱拢袂使印你这本书安怎写出来，对无所以互相其实呢，这个答案是真简单迄个 ChatGPT 最近足红的啦，大家拢咧用这个物件ChatGPT 是啥？伊就是一个软体嘛，一个软体其实伊嘛是一款 AI 一款 AI迄个 Midjourney 迄是一款画图的这个人工智慧啦 AI 啦ChatGPT 呢会当你问一下，伊拢会甲你讲问一下拢会来讲，但是这个内容无甲你保证正确的为什么伊就所有资料来摕来甲编的写一段互你是一个逻辑的演算逻辑的演算所以迄资料就无一定正确这逻辑的演算就可能嘛是无想到所以无一定正确人就甲你讲是 chat chat 你就所以袂使伤认真啦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是一个软体，会使受著作权的保护伊内面若是一款发明，有法度跳过专利这个法律的这个标准，伊嘛有可能去申请专利有准有可能ChatGPT 本身是一个商标
内面呢，嘛是有真多秘密在里面。所以 ChatGPT 到底是安怎，伊袂甲你讲啊，伊是安怎训练起来，是安怎算出来的，所以伊无爱甲你讲啊，伊若甲你讲，你就知影，你就去写一个甲伊共款的所以伊嘛是智慧财产权。ChatGPT 会遐尼聪明，是因为训练。训练是要安怎训练？就是甲真侪物件下一个资料库内面 database。所以你有经纪人会同意无？对无？无啊。所以大家拢咧问即件代志，讲毋是啦，伊迄是机器咧看诶啊，毋是人咧看，隔壁出来嘛，毋是原对诶所在所以这算合理诶使用啊。所以毋是啊，你甲别人诶物件摕去训练，训练起来了后，即个软体会使趁钱啊。虽然这演算出来诶物件甲原对诶物件无共但是你是去看人诶物件，去发展新诶物件出来，你这爱做利益诶分配啊。所以有即个国家诶法律讲，若是无趁钱诶，若是暂时诶，若是学术诶即款 data mining text mining 这算是 fair use。讲但是这个 ChatGPT 就毋是啊，也是趁钱啊，伊是永远咧喺内面咧做训练去掠即个资料出来伊嘛毋是学术的对无所以这要安怎处理？所以钱摕出来分你趁遮侪钱，你有法度趁钱有时是安尼，虽然你无趁钱，无趁钱是你的代志是你毋趁钱，你会使趁钱，但是你毋趁钱你毋趁钱，你袂使叫我讲，袂使甲你，袂使叫你付钱的对无所以问题就来讲遐侪物件，你要安怎去收管钱要安怎收收要安怎分配，对无讲不要紧咱有法度会使解决即个问题咱著作权或者是讲即个智慧财产权咱拢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叫做法定授权。法律规定即款代志毋免事先去你就该用。但是这个管理的人会使讲，我无爱互你用。伊意思就是讲，就毋免先去受管啦，你就摕去用，除非这个管理的人讲无爱互你用这个方法就是讲所有拢要去摕到授权这就真困难对无所以咱也袂使讲你一定爱互用，所以呢，就伊的意思就是毋免先授权管理的人会使反对倒并过来但是这个授权呢，爱付钱爱付钱钱要安怎付？讲袂要紧咱会使甲钱交互这个集体管理组织就是互伊来处理但是这处理了后钱要互啥人？讲不要紧总而言之，你发展这款软体会使趁钱，你袂使用人的物件讲免付钱你钱摕出来钱摕出来了后呢，无一定爱分配互迄个人，会使交互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呢，要创啥？伊会使，比如讲去做教育去教育大家爱尊重这智慧财产权还是讲会使这个举办这个创作的比赛鼓励大家来创作还是讲付钱这律师叫这律师去写一个法案，对咱这个管理的人有好处的去立法院这个通过这个立法对咱的管理人来做保护，会使做这款代志无一定要分落个人所以这个 ChatGPT 伊是一个演算
你若无人的智慧投入，无可能用智慧财产权呢来保护啊。但是我们是讲，AI 会使做利益分配啊，这利益要安怎分配？这会使讨论。要分配过来就是咧问讲，啥人是管理啦？总而言之，自古以来400年来，这个智慧财产权这个制度，无人的智慧的投入，迄机器家己乱的，迄真实的无法度用智慧财产权来保护。但是，并无排除讲咱人用这个技术去创造、去发明。若有人的智慧投入利用这个科技来完成创作还是发明，会使受到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是会使的。所以大家咧问讲，AI 会使用这个 ChatGPT 演算的成果袂？会使袂？这是一个好问题哦。我就咧问讲，别人互你一样物件，你想看会使用袂？若是伊做的，当然会使。若是出问题咧，所以若有一个人，互你一个 Hello Kitty，讲这你摕去用，你敢去用，对无？你若毋是三丽鸥日本的迄个公司受管的，凊彩黑白人摕互你用，你嘛毋敢用啊。ChatGPT，互你一个物件，到底这个物件是会使还袂使？咱平常时我拜托你甲我写一个物件，是画一个图，阮公司嘛，对无？阮公司就无这个人，无这款人才，我拜托你，我一个互你钱，拜托你甲我做。我要拜托你做的时，我一定在想讲，你是这嘛是有名有声的啊，对吧？你一定袂黑白乱弄啊，一定袂摕别人的物件来互我啊。不要紧，来，这客户写，下摆若有代志找你。所以你看，一方面我袂黑白乱找，一方面我客户内面讲互清楚，将来出问题要找啥人。但是 ChatGPT 你都无可能甲伊签约啊。ChatGPT 是啥人，你嘛毋知啊。所以讲，这风险性悬哦，爱想一下。所以讲技术咱会使甲用，咱善用伊的功能，但是呢，伊的内容物件呢，直接拿来摕来用，这有问题。这个亲像咱会使 Google 去找这期刊这专门的册内面的这个资料，参考会使。即马大家拢咧问讲，这个 ChatGPT 安尼老师要安怎？讲这件代志，诚早就已经有啦。以前学生交的报告，是毋是伊写的？是去 Google 一个，就 copy 这个 paste，就解决啦。即马呢，咱嘛是爱想讲，除了别人写的，人写的人替伊写的。是去黑白乱筛，是 ChatGPT 完成的，拢有可能啊。毋管安怎啦，咱人的头壳是爱用啦，一定爱用。你若拢交互伊迄会发生有啥物问题咱拢毋知影。所以我咧讲，就是讲，这是一个技术，咱毋免讲，去甲伊对抗。毋免讲咱拢莫用，明明就会使用啦。我常常咧讲洗衫机，古早洗衫足辛苦诶，有洗衫机了，咱就交互洗衫机啊，对无？但是咱也袂甲所有物件交互洗衫机。有时有一寡物件爱特别送去互洗衫店。有时有一寡物件无啦，我家己要来处理。洗衣机袂使啦，洗衫店袂使，我家己用手来洗。为什么？我就真认为这件代志我家己来处理啊，对无？另外一方面就是讲，这个 ChatGPT 咱甲伊互动，伊就知影咱所有的物件，但是伊拢无甲咱讲，伊哪会知影？伊安怎算的，咱毋知。所以结论来讲，就是讲，咱其实今仔日
生活工作还是咧学校教册是学什么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意识真重要。咱无一定了解所有的物件，但是咱也知讲，袂使这甲智慧财产权有关系正经要了解，不要紧专业的时代，咱来问专业的人，对不？但是咱也知影，这里面有问题，毋是遐简单的。授权一定要讲互清楚，到底会使做啥，袂使做啥。我授权你，你会使搁授权互别人会晓讲清楚基本上，授权才来用，这是著作权基本的原则啦。当然有合理使用的这个规定但是你今仔日若拄着一个一定要甲你会我讲我这就是明明合理的使用，法律有规定52条、51条伊讲毋是要安怎伊若正经要甲你会咱只好来去法院对无所以咱会使安尼讲，就是若有可能授权，咱就无去争是毋是合理使用合理使用一般来讲就是讲就无经过头前无经过这授权代志发生种我这是合理的使用，咱就会使安尼讲对无无若有法度家己创作是授权，咱就无需要去争这个合理使用，因为是啦，半年以后法院讲我这是合理使用这半年我就真费气咧这个 ChatGPT 呢，一个技术但是我认为咱毋免讲这个物件毋好咱有这个技术，咱就来利用这个技术但是咱袂使完全拢交互伊，人的头壳佫是真重要的啦。好这个这两个课程大家若有兴趣欢迎甲大家分享今仔日呢甲大家分享嘅甲遮多谢。哇，真多谢这个钟教授真精彩这个解说啦互咱对这个什么是著作权还有人格权、财产权什么是合理的使用这个著作权伊的这个立法的精神是啥物款毋是干那讲咧保护这个著作人的这个权利嘛是上重的目的嘛是要讲来保障这个文化人类智慧的流传安尼啦公共的利益嘛是上重要的这个目标啦安尼无咱毋知有啥物人要问问题无咱先安尼若好无咱即马伫咱的 chatroom 内面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疑孙疑孙还是疑孙咱是毋是先互疑孙来发表一个伊的意见来咱较请廖元虎教授看伊是毋是有一寡回应好无来疑孙，你敢有这位疑孙先生？你敢无伫遮？你敢要家己来说明一下？开你的麦克。欢迎来讨论。你我是迄个。我来读伊的迄个问题啦伊的问题大概是安尼啦有关即个台语的教法啦讲亲像若有人用一条歌啦譬如讲两只老虎啦的旋律来教台语的落音啦就是讲歌啦即个无迄种的一个人伊头一个安尼做敢是讲伊安尼就是有著作权，别人就袂当阁用即个两只老虎来教台语的落音安尼啦对啦，头一件代志就是讲即个两只老虎即条歌是毋是已经足久所以保护会出去
这个期间哦已经过啊，啊，这爱去查啦，我临时我也无一定知影。啊啊，当然啦，我头拄仔咧讲啊，就是讲啊，即个管理的人，伊敢知影啊？知影伊来主张管理嘅，这拢是真侪这个变数啦，吼。啊，是安尼，就是讲用即条歌来教啊，这是一个方法啊。所以法律呢，比如讲，我有经过同意啊，其实是安尼啦，若无经过同意。我即个教材吼，即个教材吼，嘛是会使受保护的啦。在台湾的法律啊，就是讲这两件代志啊，你应该要经过同意，啊，你无经过同意，你去完成一个教材，这个教材吼，嘛是会使受保护的啊。啊，你去侵害别人的权利，迄是一件代志。啊，你即个吼有智慧的道理，所以法律会使保护你，这是另外一件代志。袂讲你有一个作品，啊，你这作品呢去侵害别人的权利，所以你这个作品法律就无要保护，袂安尼。啊，法律是讲，啊，你有智慧的道理，我就保护你。啊，你另外一方面，你去侵害着别人的权利，啊，你爱另外去处理。啊，所以这是两件代志。啊，但是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来教找这件代志呢，毋是著作权被保护的。我头拄讲啊，著作权保护的是什么？迄个表达啊，你的教材你要安怎编啊？这个到尾文字啊是这歌词安怎处理？这袂使无经过你的同意来用。但是我看你这个方法，我学你这个方法，无问题啊。啊，搁较头前有一个问题讲致敬，吼，这致敬，这是安尼啦，这大家拢安尼讲，啊，我是表示伊足够啊，我真要甲表达我对伊的这个尊敬，啊，所以我才会甲伊的物件，这摕来改造。在法律上，吼，你除非是读大，比如讲52条的这个合理使用，啊无你要甲人的物件摕来改来用，啊当然也经过同意，啊甲授权，吼，咱常常咧看迄个甲人的迄个漫画漫画，漫画迄人物呢，会摕来甲另外搁去画啊，搁去发展。啊，其实呢，这拢爱经过同意、甲授权的啦，袂使讲啊，因为我就是足介意你啊，我是你的 fans 吼啊，所以我摕来用袂要紧。我说毋是啊，人迄是要趁钱的啊，吼，爱授权啊，授权就是利益的分配啊，你袂使讲啊，因为我认为你这真好啊，所以摕来用无问题啊，这毋是道理啦，啊，所以这个致敬吼，这个本身吼，毋是。无经过同意的一个理由，我做以上这分享。感谢。廖教授，你敢有要来回应拄则蒋教授的这个分享吼？特别是有关你咧收集这个语料库的方面，这个问题。廖教授，你敢有搁伫遐？教授伫遮，但是廖教授无开麦克。我看吴医师伊伫咧写物件，写做认真，毋知是你敢有问题？吴医师，廖教授还是吴医师，恁拢会使问。吴医师，你嘛爱开麦克。我其实写袂了，爱先问一个问题咯。廖教授讲，不要紧，因讲会较紧。这个著作财产权吼，是毋是敢是完全限伫著作权的范围内？是著作财产权，就是甲认购
人格权呐，著作人格权甲著作财产权，拢是著作权的一部分。哦，袂使违反著作权就对了。对对对，哦，多谢。咱咧等廖教授的中间吼，我来请教一个较迄个实际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像讲咱今仔日像即张图啦吼，是，吼这是我是去网络掠的啦，吼，所以应该是有，伊应该是有迄个著作权较对啦吼。有一定有。即马毋过吼，我即马就是讲，第一，咱这使用的量足真啊有限啦吼，拢伫即个特定的一个小众的流通啦吼。是，第二可能嘛是爱去想讲好，安尼是违反著作权吼。伊若想讲要来甲我告吼，伊敢若会去来讲你安尼你有损害着我偌济经济利益吼，伊敢若提出迄个证据出来？爱，即嘛是安尼，就是讲吼，原则上我无鼓励大家去网络顶头掠一个图就来用，迄足危险的因为你毋知伊咧想啥。所以咱家己画啊，对无？就是咱即个天平啊，你会使画，我嘛会使画啊，要安怎处理，咱拢会使。本来就是独立的即个创作啊，对无？尤其一个概念嘛，一个概念，我会使，你会使画，我嘛会使画啊。所以我是建议咱拢家己来完成啦，第二方面就是讲，伊若要来主张伊的权利，是要赔偌济，要赔偌济。著作权有规定啦，就是讲你伊受的损害，是咱得到的利益，即两个选一个来决定。若无法度决定诶，若无法度证明，这爱证明啊，毋是干那用讲诶啊，对无？有时是安尼哦，有时比如讲，伊讲，我这图以前有人摕伊用，互我偌济钱，有证据啊，伊爱去甲法院讲这毋是伊讲偌济就偌济啦，法院嘛会是咧决定讲，你即个主张是有道理无道理啊，所以毋是用讲诶，但是就是讲伊爱提出证据，讲我即个值偌济，要安怎证明？讲我以前有人授权摕去用，伊互我偌济钱，这法院可能就会信哦。若拢无咧，拢无法律著作权讲，讲法院有法度决定，法院来决定，咧100万甲100万之间，法院来做决定。法院当然也袂黑白决定啦，伊嘛是爱小了解，讲若有像即款的图，若要咧市场上差不多是偌济钱啦。其实是无偌济钱啦，咱安尼讲，只是讲今仔日若有人认真，伊着超工要互你歹看啊，对无？恁着无着无经过我的同意即用我的物件无。就是侵害我的权利啊！伊的目的若是安尼，就歹处理啦。所以我头拄才会讲啊，上好的方法就是咱家己画，家己用授权，伊若要甲咱讲爱偌济钱，咱也无一定有迄个价值讲去付迄个钱啦。咱若家己来画，家己来设计，迄就咱的权利啊，咱会使处理。去甲人真讲这是毋是合理的使用？我感觉拢是真费气的代志。所以你看我家己的这 website 顶头的物件，拢我家己写。你无看到图，因为我感觉足麻烦的。所以因为我是用写的所以就无需要用图啦。这咱也是知影。好，一个，迄个林地美教授伊有问一个问题，
李振诶，兴老师有举手我想因为地理这伊即个问题先出来，所以咱先互地理这来问哦，迄个林教授。嗯，迄个我毋知影，伊讲跨国中间的著作权是，的保护，是，敢会有这个冲突？要安怎解决？敢会当请地理这你敢要较具体讲出你的问题，是我知影伊即个意思啦，吼， OK 即嘛是安尼吼，诶，你若要踮咧美国主张你的著作权，你就要以美国的即个著作权的法律来处理，吼，你若踮咧加拿大要来主张权利，就是以加拿大的即个著作权来处理，吼。因为头拄仔讲过，即个著作权你创作完成就有权利，迄是着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法律去主张权利，所以你要踮咧倒主张你的权利，你就要以当地的即个法律来处理，一般来讲呢，袂冲突，为什么？所以我常常咧讲，我完成一个作品，我就有195个著作权。你咧美国有美国的著作权，咧加拿大你有加拿大的著作权，你咧柏林你有德国的这个著作权，伊是安尼，所以基本上是袂什么冲突啦。但是会拄着一件代志，就是讲，我下网络的。全世界拢有法度看到所以这要安怎处理？说讲不要紧啊，看你要踮咧倒主张你的权利你就踮咧当地以当地即个法律来主张你的权利，所以袂有冲突的，大概是安尼。即马振兴老师，你会使问你的问题。振兴老师，你会开麦克哦，无听到你的声。振兴老师，多谢张教授。我是一个广告啦，我就是我广告的材料是遮日掠起来，我家己搁整理好势吼。是。有当时伫册顶找着，在伫线顶找着资料吼，安尼有影响到迄个别人的著作权啊无？有可能，有可能。我讲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讲，你去想嘛，我就写一个小笑话，下顶头，你也无经过我的同意，你甲我提起讲，对吧？当然啦，就是讲，迄个物件是毋是我是叫做原创啦，是毋是？以前拢无是我写出来就讲毋是啦，你去看倒刺嘛，有即个是敢若安怎表达无共安尼嘛，对无？所以咱就来想一个，讲迄是我家己想出来，是有啥物本源我认为啦，就是讲若是足久已经流传足久的即个笑客的代志应该就较不要紧但是若是有人特别想出来咱咧用的时就较注意当然啦，有时是安尼，就是讲笑客的代志就差不多嘛是有可能对吧？你有法度想安尼我嘛有可能想安尼对吧？惊我有惊我的代志是吧？笑话嘛是有对吧？所以就是伊要来主张权利，伊就要先证明讲迄是伊的比如讲伊有写出来，对吧？咱来用咱就可能较危险所以我咧想就是讲尽量啦咱家己来想一寡笑客的代志来讲。咱生活的家庭一定有真侪即真笑客的代志会使做咱咧讲即个笑客的代志即个所在。我想张教授伊笑客的代志
五个笑亏的代志，咱甲炒起来，佮甲伊变做一个新的一个笑亏，安尼会使无？即嘛是安尼，这就是一个事实的认定哦。就是讲啊，即两个应该安尼讲啦。如果你讲你已经承认啦，我是甲即两个斗的出来，伊要来甲你主张，你阁承认，安尼就免讲啊，对无？我的意思就是讲，真侪代志其实咱小想一下，小甲转一下，有可能大家想到啊，拢有想到啊，对无？你袂使讲这也毋是你专利，你袂使讲别人袂使用即个素材所以，我咧想较安全的方法就是咱有家己的素材咱家己来处理。你利用现成的物件迄个风险较大啦。互你参考。我敢会当迄个 follow up 一下啦，哈。是。讲若是讲咱即个著作权，你嘛有讲着两个目的嘛，哈。介绍两个目的，一个是讲保护即个原创作的人，到尾上伊嘛是要保护讲伫即个社会的即个流通互咱即个社会文化会当进展我会记恁我要去上一个足简单的迄个法律的课程啦迄较商业应用的迄个教授伊问一个问题足趣味啊。讲假使你若是一个公司的 CEO 啦有一个法律啦即个法律是有关即个环境破坏法律还是讲啥物法律这和道德无关系啦伊是讲咧实际上OK， 你若是要去处理即项代志你爱开100万啦毋过你若无去甲处理，无完全照法律去甲处理，你有可能罚金，干若罚100箍啦。你做一个即个 CEO 咱就无讲到即个道德的问题啦是。伊嘛无讲你即摆去学生去辩论啦。是。学生去辩论你若是即个 CEO 的时阵，你会做啥物款的处理当然，我即摆用即个环保的议题来讲是较无好啦咱即摆咧讲的即个是讲，像讲即个赞成老师，伊咧吸引遮个历史的遮个过去的事实迄个资料写册的人，伊嘛是去甲别人摕来斗抄的，来写而且伊咧讲的时阵，伊嘛无讲一字照迄个写册的人安尼讲所以即摆来这个，我就感觉讲，这个是讲离即个理论含即个实际咧要做即个决定的时阵，可能就是无共款的考虑啦譬如讲，我即摆像讲，我去用迄张图对，这若照法律来讲，这是绝对是无允准的嘛是。毋过咱日常生活咧用的时，若逐项拢要考虑着讲法律的，拢免创但是世间的代志拢毋免做。是啊。所以我现在想讲不要紧啦，反正有一个风险啦伊要我过的时阵，无我就伊就这嘛是伊也爱证明讲，我甲伊侵害偌济钱，咱这个几个人咧用。是。我讲一件代志我有一个同学伊有一天咧问我一件代志伊讲你学法律咧我问你讲我迄个法务长伊甲我讲即件代志讲安尼袂使伊讲的有道理也无道理。我讲有伊讲的拢有道理伊讲若照你安尼讲，我代志拢免办啦。我讲对这就是你甲伊无共的所在你是 CEO 伊是这法务长伊会甲你讲即件代志若咧法律上是有问题的啦你要做啥？我讲你要做风险评估就是我头拄讲的到底人会发现未？
啊，发现伊会来主张管理呗。啊，若拢袂，你无代志，你去找代志，对吧？我讲毋是啦，咱做法律的人就是安尼，就是讲咱爱知影即件代志，其实咧在法律上应该经过同意的啦。所以我头拄有讲啊，就是讲伊哪会知？对吧？知影会来主张管理袂？袂嘛，对吧？袂我袂恁读法律的人，拢找一寡代志，无代志找代志啊。讲毋是啦，我今日是分析，大家了解，讲因为即个物件是伊完成的，咱甲摕来用，咱会有风险。像头头老师咧讲，就是讲我所了解会出问题是啥？讲偶然用一个东西可能还佫无问题。为什么你讲的笑客拢是我迄本的？我就有意见啦，对吧？无你哪会知影讲你迄笑客是为倒来？是毋是你嘛是去倒厝去收来的啊？对无？是讲对啦。为什么我即本你为头到尾拢用我即本？我当然有意见。我会使证明啊，对无？你讲10条，这10条就是我当咧我内面的啊，可能佫按照顺序来哦，对吧？所以咱知影了后，咱就该拍线各种的来源咱袂去集中为倒位来，我认为安尼是较安全啦。无我常常咧讲啦。人讲天下文章一大抄哦，毋是啦，天下文章的观念啦，观念就拢差不多嘛，这熟读唐诗300首，若袂晓做嘛是会晓念啊，对吧？我看就是观念上是安尼啦。你的回答我看安尼，赞成老师安尼加足放心。好线啊，对吧？即摆阁有一位迄个画家迄个Nami 野手我想迄个嘛有兴趣，请迄个Nami你开你家己的麦克来问。Nami OK 好呀，我有两个简单的问题啦要请教迄个一项就是讲我捌伫线顶咧解说图爱用着足济古早人的图，遐出名遐米开朗基罗已经较久的我毋知影讲，迄若甲伊安尼公开囥出去的是，你若讲少人安尼无公开出去就袂要紧就是大家看看，迄就无去若是讲有人要求讲你若无爱去甲伊囥互较济人去听着，我就烦恼讲。这有迄个，我会去甲碍着这个著作权无因为我伊的图会为伊我有买着的画册顶面去甲伊翻字啦去甲伊翕甲伊囥伫头顶，安尼做解说这是一方面这一件啦咱慢慢来，因为年纪大会忘记，咱慢慢来。第二头一件第二老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一件来。OK 好。古早人的话，该摕来用是绝对无问题，因为伊的保护的期间应该是拢已经满啦。一般来讲，我头拄讲就是即个人，若是50年以前的即个就是过身50年了后呢，伊的迄个作品就无法度搁用法律来保护啦。所以若是什么米开朗基罗即款的画是无问题真利用是大家拢会使自由利用。第二件就是讲好咱来用张大千的是黄君璧。对吧？个就为个伫的为个过身就无超过50年。好，即款的法律所保护的即个话，我会使甲摕来介绍，摕来分析的，会使啊！我头拄讲迄52条，迄报道、评论、教学、研究拢会使啊！合理的范围内，我要介绍。即幅图
啊，有人迄用半张的无嘛，对无？啊，一定爱规张来用啊。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哦，就是讲，共款啦，毋通集中啦。你若会一直拢咧用我的图，啊，我就有意见啊，对无？啊，你若讲，我用即个用迄个，啊，我就是介绍现代即个作家这个作品合理啊。但是你若集中，就是即个伊若要有意见，就是咧大家咧争讲啊，这是毋是合理的使用，还是咧经济啊？所以我要避免即款代志，我就讲，我甲拍好线啊，莫集中倒一本书，还是倒一个作家，啊，这个问题就风险就降低啦，就是安尼啦。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但一个画家伊的作品，伊就卖互别人去啊，吼，啊，别人甲收藏去啊，啊，即摆伊要印画册，啊，伊会去干涉着讲，即个版权要搁伫画家，还是讲会当使用，还是讲迄个你着互人收藏去，迄个人，版权是收伫对安尼。是，这吼两个原理啦，就是迄幅图袂互你物的所有权移转啦，即个迄所有权有变动去，但是呢，即个著作权我无讲啊，无讲就是无啊，无讲要互你就是无啊，所以你买我的迄幅图去，迄幅图所有权是你的。但是我无讲，我的著作权慢慢让互你啊，无啊，若无讲就是无嘛，所以即个著作权咧我遮，即马就会去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讲即件代志常常发生，阮爸当年安怎，迄画是阮爸的，因这囝都无画啊，已经无迄幅图啊，但是著作权咧因囝身顶啊，要安怎，就来瞧啊，对吧？迄个收藏的人呢，伊袂使去做复制化因为伊敢若有所有权，伊无著作权这因这后生就是你有著作权，但是你就无迄张画啊，你要安怎处理我常常拄着即款代志比如讲，迄博物馆伊就收这近代人的迄画伊就袂使用啊。因咧后辈讲，阮爸的画咧你遐，讲伊有人要去授权啊，伊就讲好啦，因这后辈讲好，我授权，但是即幅图我无，你爱去找迄个博物馆，就是因囝授权是著作权的授权，去找博物馆，迄是所有权的授权，两个爱有斗才有法度处理，无就无啊。因这囝嘛无法度处理啊！因这囝讲阮爸当年迄画就卖去啊！是关迄个博物馆，关是啥物意思？就是所有权关出去，伊也无讲，迄著作权要关出去啊！无讲就是无嘛，就变做著作权甲迄个所有权是分开的，就变安尼。要用即幅图两个人同意一个是迄个收藏的迄个人，一个是迄。伊的即个看著作权咧写人身躯顶，两个拢同意才会使。超过50天就拢无要紧啊，对无？超过像迄个像足侪 art gallery， 伊拢有咧甲足侪图做迄个商业品，是。这就是种。超过50档的画家就拢无紧啊，顾在伊用。是。真大较有问题。安尼了解真清楚。多谢。我你咧问这个问题，我真迄个我嘛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啦我知影迄个咱即个咱即个北美的即个画家做者关乎经过顺天关，即摆伫国美馆遐嘛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我知影讲，因国美馆有要求要管的人佮另外要签一个契约啦，迄个契约的。这另外讲啊，
迄个客户内容是啥物款？你敢会记哩？爱搁去看，我有甲收起来，爱搁去看。我是迄阵仔，阮后生咧甲我问啊，我嘛毋知影，我嘛是有来回啥，恁想讲这也无啥物，也无特别去请教律师来看啦，吼。我的印象是讲国美馆吼，伊有迄个管理机，过去迄个用 digital，搁会当去翻济，去创啥物件啦吼。但是我无了解讲，是毋是讲迄个连原来的迄个创作人的著作权有若完全放弃啊？比如讲，假使讲要管出去进前，你有去甲翕一张真好的相吼。迄个相你敢会当来使用，还是啥物款？是毋是讲连即种管理有若规个从送互国美馆去？若甚至讲有即种约的时阵，安尼是毋是讲你所有的管理你就拢无去啊？我会了解吼，早期这艺术家吼咧管的时吼，拢无去受到迄个著作权啦，就是我着真侪作品啊，这子孙也无一定有法度有迄个能力爱保存哦，迄无简单诶，迄恒温恒湿呢。你厝内若无迄个设备吼，而且我若出去有贼仔会来偷呗，对，因拢知影阮爸阮公迄拢足价值诶啊，我都毋敢出门啊，对，所以拢。想讲，为的是迄艺术家啦，也是因的后辈吼，着管出去，管出去，你看，国美馆呢，对无？迄国家的美术馆有法度来收藏哦，物件咧遐，迄是一款荣幸啊。但是早期啦，应该敢若是管迄个画啦，迄个著作权可能无管，但是最近吼，我甲国家的美术馆吼有一寡互动啦，我嘛会甲因建议讲，这吼爱小受一下吼，比如讲啦，为政府的角度来讲，我是安尼讲，我讲其实咱无一定吼爱去摕到即个著作权啦，但是吼，即个物件咧咱馆的内面。咱应该爱甲即个管理人爱小讲者，就是讲即个物件咧我食，你爱同意我会使做啥，吼因为有时像头拄咧讲，会使数位化，讲照你讲袂使呢，照你讲袂使，就是你敢若有物件你都无管理啊，对无？你敢若有所有权，你都无著作权，所以你其实袂使甲伊数位化哦，会使是啥物？情形就是讲，我为着要介绍讲，即幅图咧我遮，所以我即个网站顶头着甲即幅图去数位化，下遮，互恁讲，是倒一幅，就是即幅，互你看一个小图啦，小图，安尼知影，就是迄幅，无，伊袂使做复制化呢，袂使啦，是，你若讲数位，讲会使啊，你存档。存档就是讲，我有时要找较方便，这你会使讲这是合理使用、合理的使用。但是你讲，要改数位化，要过去商业化，还是要去收权？这已经是迄个财产权的问题啊，著作财产权的问题，经过同意。即摆佫有一个头骨，即个我小可讲，迄个头拄仔Simon有咧问吼，迄内底就是伊有讲，你是甲迄个著作权拢让伊诶，财产权啊，拢让伊诶全部，伊现在讲全部还是讲是部分你同意伊做部分诶，啥物货看你搞倒一种，伊就是啦，这就是爱当使用倒一种诶管理啦你就袂当搁去甲 argue 讲，你袂使使用，你若甲伊交，你就是安尼呀。这有真侪考虑啦，因为有时就是讲，若有法度互美术馆来较
自由的利用吼，伊咧做推广的时较方便啦，这嘛是有可能。啊，我嘛捌拄过啦，就是讲，就是我头拄讲的，有一段吼，迄美术馆吼，国立的美术馆足头疼的。我就是讲，因为伊迄保险啦，吼，啊，即寡真简单呢，啊，要下我遮，啊，我恒温恒湿，啊，着个保全呢，哇，迄开足侪钱的啊！我倒来调节，啊无吼，你即马$100来，啊你$100吼，你甲即个著作权吼让互我，啊另外$900吼，啊佫是咧这后辈因手顶，啊为什么？因为我若去加值啊去做利用吼，啊迄钱收落来，我有法度去付电费啊，啊无这恒温恒湿甲对啦，保险。迄个重要的图咧美术馆内面，伊爱保险的啦，啊保险迄向爱护，对无？啊，你看前几个月吼，咱迄故宫吼就拄着即个问题啊，啊，迄一个重要的古早重要的人物，讲我物件寄喺伊遮对无？啊，寄喺伊遮吼，啊伊嘛足艰苦的啊，因为但是就是我要去maintain迄寡典藏品吼，我足。迄毋知爱开偌济钱啦，吼！你也无，你敢若讲下我遮寄放在我这里啊，我佫无法度利用对无？所以伊才会想，所以伊煞无去。迄个好，拄则吼，我佫 follow up 一下吼，若是假使讲即摆图已经管出去啊啦吼，啊是管出去进前已经咧管的人已经有数位化甲伊翕起来啊，吼，啊毋过伊佫甲伊的著作权全有若管出去吼，安尼即个创作人伊以后若讲想讲伊要出一本册，吼。要用伊较早翕起来图，安尼国美馆敢有权利来干涉讲？你著作权你着关互我，你现在较会当去用即张图？对，应该安尼讲，吼，就是讲，你已经甲权利交互别人啊啦，毋管是卖还是管还是送啦，吼，你即个权利你已经有啊。照你讲，你着袂使。过来用即个你的话，是你的，但是已经即个著作权已经让互别人，毋管是管还是卖，所以照你讲应该是袂使。但是有两个情形，即个管理人可能袂阁转来主张即个管理。一方面是头拄讲的合理的使用。我着咧讲，我即世人画嘛，讲啊半工，互恁看一下嘛。所以我咧我的册，我即世人所画的册，我若有法度去找着即个图，我会用喺我的册。我是毋是咧介绍我的话，对无？所以会使用52条合理使用啊。当然啦，你要去做复制化是一定袂使的啦，对无？你已经无即个权利。我写册介绍我即世人的话，我用即个，其实这代志常常发生啊。我踮咧即个公司做头路，我画足侪画啊。我即摆离开，这是公司的啊。我要去找头路，我甲人讲，迄幅图吼，迄是我画，迄个公司的迄个作品是我画，我甲下。我的即个去找头路的时，点互看毋是敢安尼为的为迄个个人工作室伊就有网站呢，伊个网站顶头就有以前上班的时画这你老实讲，这应该会使主张是合理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即个
作家吼，若正经去用其实我咧想，即个美术馆吼，应该袂阁转来去甲伊主张管理啦。这是法律以外吼，阁有一寡人情世故啦，对无？嘿，你会使啊，会使啊，但是你也嘛安尼咁好，对无？迄是毋是有诶？对啊，伊即摆是咧创啥？伊就咧介绍伊诶话啊，袂使哦，对无？所以一般来讲，应该是袂啦，有时是嘛捌发生吼，就是讲话即款代志较袂发生，迄个一首歌袂来袂去，伊搁用当时是安怎？其实已经签足侪文件出去啊，迄个作词的还是作曲的，迄个老师吼，根本就袂记得伊当时签什么物件，这是毋是我写？大家咧听。希望在你无开麦克。张教授伊会，人拢知迄是我写的，牛出去。OK， 你拄仔讲到歌吼，咱即马阁有一位伊伫咧举手，伊举真久啊吼，我相信头歌啊，是，头歌是迄个画家那迷门伊是做音乐的吼，迄个会长是啊，嘿，会长你会使开麦克，嘿。我安尼有听无？有听。我是想要请教一个，就是较音乐有关的，就是著作权较所有权吼。我是讲，因为我捌委托创作，就是讲我是合唱指挥，我委托作曲家为着我的团做新的曲吼，所以委托创作本身就是付费嘛，就是讲阮有是有互伊一笔钱，就敢若咧买图吼，有点类似嘛吼。但是我即马爱要请教的就是讲，委托创作了，即个阮合唱团对即条歌，我即马听你讲，我了解阮是有即个有没有真的有所有权？著作权伫 composer 遐，这我了解。但是阮 commission 了即个作品，阮敢有我想一般当然你甲 commission 就是你要演唱。但是你敢有永久演唱的权利？因为咱知影即马台湾音乐方面是，你若逐摆音乐会要唱一个歌，你拢爱甲即个作曲家纳即个演出的即个版税嘛吼。阮若是即个 commission 阮是委托创作的单位，阮敢有永远演唱的即个权利，还是讲包括录音吼？我知影若是出版，应该是属于著作权者才对，阮应该敢有权利做遮个代志？我想讲要搁加了解。我主要是因为阮的合唱团捌委托过5个作曲家吼，2个伫加拿大，3个伫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阮就是敢若演唱，嘛中间有2-3条有录音伫阮的 CD 内底。但是我一直感觉即寡作品足好诶，应该互搁较侪团体有机会唱着吼。但是我有注意到，作曲家拢毋捌出版即寡，伊本身无去出版，所以我想要了解，阮敢会当帮伊出版，互搁较侪人来唱。即个问题吼，其实足复杂诶啦吼。古早我出钱就是我诶嘛，对无？古早是安尼啊，但是吼。即几十年来，台湾的即个著作权法吼，著作权法有一寡改变吼，伊的思考甲咱想的无啥共，但是会使了解为什么无共。咱以前认为讲，我出钱就是我的啊，对无？那这哪有啥物问题以前的法律嘛是安尼想，但是到尾讲毋是啦，为什么？这甲尾物件无共。就是讲，这是天赋人权呢，这是创作作品毋是做物件，迄是一个文化，这是上天赋予的这个人权所以伊讲好啦，会使你会使出钱请人来完成一个作品
但是恁若无讲，这个管理是咧作家迄边，咧作家迄边，因为伊做的嘛，对无？恁会使约定啊，恁无约定就是伊的啊。讲我出钱的人咧，所出钱的人我就讲你会使利用，管理咧伊遐，但是你出钱你会使用，所以台湾即卖即个著作权法咧12条，就是讲恁会使约定，恁若无约定即管理，毋管是即个人格的管理，还是财产的管理拢咧作家迄边啦。出钱的人会使利用，即卖问题来，请问即个出钱的人会使利用是啥物意思？咱这官方做了一个解释，讲咧当时迄个契约的目的内面利用，这是啥物意思？比如讲啦，阮今年要年度公演嘛，所以我拜托你甲阮写一个，你讲的年度公演，就是今年对吧？这我是反对安尼的讲法啦，但是咱的迄个经济部的智慧财产局呢，伊是安尼讲，伊讲这使用的范围是出钱的目的内面用的啦。伊安尼讲毋是无道理啦，我的另外一个案件就是讲。我就拜托你我要起一间厝我拜托你甲我设计一个咱就是建筑的这个著作，我要起一间厝，厝起起来了后，就袂歹卖都袂歹，就一直起去就用这个图讲毋是你当时是讲要起迄间厝，我甲你设计就是即间你哪会这图佫摕这全世界拢去起去卖这对我来讲无公平若照这个案例来讲，嘛这官府讲的嘛是有淡薄道理所以足麻烦的啦。所以我就讲大家来讲好，来白纸黑字写好清楚，我偌侪钱你甲我做这做这了后，管理是安怎？是咧你遐，还是咧我遮？若咧你遐，我会使安怎用？永远会使用毋管安怎用，是毋是安尼？这当然就是一方面是看像是啥人偌侪钱啦，对无？就是安尼所以咱就咧讲，咱学法律咧就是讲，无因讲的嘛会算，嘛准算讲毋好啦，咱白纸黑字写好清楚，下摆才袂花啦，就是安尼对阮的情形就是拢是熟识，嘛是好朋友是啦，有啥熟识就歹势讲，无真正写，无真正写啥物正式的契约，我即马是干那想讲，好意咧想讲要来甲整理，看会当互伊会当出版，互搁较侪人去使用安尼。是所以若没有什么利益的纠葛，譬如讲我想要出版，我嘛是想讲出版了。嘛是互作曲家，迄是伊的东西，我们只是协助推广安尼尔。对啦，但是有时毋是安尼，因为那万一迄真流行的时到底是啥人的管理，迄个真费气啦。唯一就是讲，阮放弃权利嘛，对无？阮 commission 阮所有权利要互作曲家。但是问题是咱有时要用对无？而且你爱知后一辈的人安怎想，迄就毋知我拄足多对无？因爸甲阮爸当时逐个好朋友都无代志对无？迄是恁爸的阮爸的就毋知我甲你也无熟悉迄足伙了解，我说你搁举手是无？单位我有看到你搁举手，开麦克。迄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请教蒋教授这个咱伫遮讲的这个著作权是
一般咱讲的智慧财产权吼，是毋是共款物件也无共啦？因为我是晓得讲，智慧财产权较宽，吼，智慧财产权里面有著作权，有商标，有专利，有迄个营业的秘密，迄足多，啊，佫有啊，迄个。咱迄个，比如讲山影啊，这啊什么兰花啊，这叫做咱叫做植物品种法，迄嘛是咧内面呐。啊，亲像讲，假使讲我伫 YouTube 顶悬吼，啊公开一个我设计即个恐怖分子的炸弹吼，这是毋是包括伫智慧财产权内面？是啊，问题是讲。即个物件有法度去申请专利无？哈，无，我即毋是讲专利问题。假使讲我发表伫 YouTube，啊 YouTube 甲我取消，甲是，我会使告 YouTube 袂？袂使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管理的问题，伊无甲你的物件摕去别位用啊，伊是无爱互你起的，无爱互你下顶头啊。伊可能有一寡伊迄个平台的政策啊，讲即什么物件会使起来，什么物件袂使起来啊。但是伊侵犯着我公开发表的权利，我敢会当对，毋是迄个公开发表的权利吼，这真有意思啦，就是敢若有一遍的权利啊，这什么意思？就是我有一个物件吼，我无爱互你看。你袂使去看，对不？我创完以后，我创完了后，我就下出来啊，就下内面啊，反正我就袂爱摕出来。一旦我摕出来了后，你就袂使搁去主张迄个公开发表的权利。袂使，因为你已经发表。当然你会使用其他的权利来处理，比如讲，你安尼无经过我的同意，甲我。下倒位我会使用重置权啊，还是什么公开迄个传输的迄个权利来主张，但是迄是财产权的权利啊，所以伊甲你的物件摕落，伊袂去侵害你的迄个著作权，袂但是法律上伊会使安尼做袂？有几个可能啊？一个是讲，你无看哦，你咧建立迄个账户的时，我已经甲你讲啊，我有迄个权利会使甲你摕落来啊，对吧？你也有同意啊？无啦，咱拢无咧看啦，反正咱拢同意伊讲我甲你约定好啊，有啥物物件我会使甲你摕落来啊，对吧？即摆我认为即个物件袂使去啊，所以我甲你 delete 掉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这我爱可能。当地的政府有咧管我，讲你哪会使有足侪物件袂使起的袂使下顶头的政府有规定啊，我着爱照伊的规定啊，无我会去互关起来呢，关站啊，所以真好，安尼平时管理是，安尼足好。我刷落一个问题，就是甲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即个录音，即个节目直接有关系，就是讲，即个论坛拢有公开宣讲，讲你若要参加、要加入、要在遮发表啥，你就是无意中，就是你已经有同意，阮安怎用安怎用啦，是。即个是毋是有充足的保护？对论坛本身，所以就是讲。咱会使安尼处理就是你要加入会员我就叫你爱同意嘛，对无这是一个。伊就讲我是第时加入，我10几年以前加入，我哪会记得我当时是安怎你若无同意，我就无法度入来啊，对无？讲好袂要紧特别咱特别咧开即个论坛的时阮拢有搁讲一遍啊，你袂使甲我讲，你拢毋知啊，对无所以就是讲。咱尽量啦，尽量互大家知影，你袂使讲你毋知影，你看我特别拢有搁讲一遍啊，对无？
当然，其实吼，这有时啊，法律上吼是有法度去争的啦，吼，就是讲毋是啊，都拢无咧看啊，对无？你看，你去问嘛，啥人有咧看啊？所以其实最近吼，就是这几年，有一寡国家的法律吼，就是咧讲，你一定爱互伊有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了解？就是讲，可能隔一段时间，迄视窗会跳起来，伊爱交一个同意，才会使，表示讲，伊正经是知影啊，有同意啊，对无？其实吼，搁进一步的立法吼，可能就是讲，同意嘛袂使。因为什么？因为这真重要真重要的代志，袂使，你袂使用你的优势互伊无法度一定爱同意这是立法的进步啦。就是讲你已经同意要甲人讲啥？讲袂使，你袂使用这个方法这是就是讲时代咧进步人的思考，或是讲技术会改变所以。咧立法的思考会改变正经会改变无有一寡国家就是讲契约自由对吧？要安怎定就安怎定你共管讲有时有一寡物件是袂使安尼处理的尤其迄地位若无平等因为咱一个人伊迄大企业对吧？咱有法度甲伊母所以国家的法律就要立来讲，什么物件会使安尼做，什么物件袂使安尼做，这就是渐渐就是有一寡代志发生了后，大家就来想讲，这法律要安怎来处理较有法度去保护迄个地位较无遐强的人，这是一款立法的一个思考啦。我搁补充这个单位遐的问题啦我想单位遐咧问的可能是较关系到咱论坛一寡较实际、较实务性的问题啦就是讲咱即马咱就是每一遍咱咧发表节目的时阵，咱下骹拢有写一个免责声明嘛是来就是讲迄个咱的受众啦，不只有限啦即马就是讲好，假使讲若拄着一个讲足恶意要甲咱吐槽的情形啦是结果你著安那著伊算小可有恶意啦是伊上大实际发生的情形会变做啥物款？比如讲像咱论坛内面，咱有几个国家无共款的国家伊若来着咱嘛无真正有一个合法的法人的身份伊若要告还是啥物款，是上歹的情形，就是讲无伊有参加迄集，咱就是甲伊迄个取消就是忘甲伊公布伊敢除了这了，伊敢阁有啥物款权利来请求讲伊的精神损失还是讲伊的啥物款的损失安尼所以我过去处理差不多的情形我就是咧讲，就是讲咱尽量互来参加的人知影咱会录音咱录影了后呢，咱这个物件这个内容呢会去做其他的利用咱尽量大家拢知影这是法律的处理。将来若有什么大家意见无同的是讲我这拢有做对无你袂使讲你毋知影过来就是讲无你要安怎对无两个情形。好啦，你有意见，我尊重你我就这部分我就甲摕落来嘛，这是一个处理的方法。另外处理讲无咱都拢讲好你特别拢要来乱对无无你去告对吧？伊这球就互伊伊要安怎处理？伊爱受足久
你要顾啥人？你要找啥人？你要踮咧倒？你有闲无？对无？毋是讲要顾就会使顾呢。你爱想讲，你顾会赢袂？所以就是讲，我今仔日尽量来参加的人，拢知影即件代志。咱也袂去乌白乱舞，对无？你今仔日要来主张，我有甲你尊重啊。但是有时就是讲，我认为你无道理啊，咱应该拢知影，我无管你嘛是一个处理的方法啦。无看你要安怎，这嘛是一个处理的方法。所以当然啦，我就是讲，毋是敢若有法律尔。所以咱咧做代志，就是咱家己保护好。我法律上应该爱处理的，我尽量去处理。你若要来争，就看咧法律上你有法度有会赢袂？另外一方面，毋是法律的问题，大家有熟识啊，大家要斗阵啊，所以你既然有意见，我甲你尊重一下，这嘛是一个处理的方法啦。安尼利用即个机会吼，咱搁甲咱即个免责声明搁甲念一个吼，互大家拢知。咱若无同意，马上退出啊咧。咱念一遍，然后大家知影啦。若有啥物建议，讲要搁较补充较好诶吼，大家来斗想啦吼。咱搁念一遍吼。本论坛尊重言论自由，来宾言论无代表本论坛立场吼。论坛全程录影、影片甲讨论室等文字影音档案会公开，未来会用建置台湾本土语言语料库，本土语言相关发展甲推广参加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表示无条件同意以上做法安尼斗想啦安尼较直讲诶，就是多谢即个钟教授诶建议，所以是咱可能就是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咱有chat room就354即个就甲打一个。有咱拢是证明啦咱拢有听到，咱354拢有听到。我是咱在座拢无问题啦，就是讲惊讲有一两个迄毋知因倒一搭来。是啦，咱尽量啦。咱破坏咱就爱迄个有风起来扛啦就上摆做法就是讲，若感觉讲我今仔日的录影较歹，我讲的声受较歹要退落来，你大家不要紧，你甲退落来，安尼就好啊。迄是无啥物款的大的顾虑啦。张老师，你搁抓手？我是要多谢张教授啦我听法律的演讲我拢头壳拢会听啦，到要讲去。我听你的演讲真趣味真趣味。咱这外行的听拢听有啦嘛解决我当初一直要做文化工课的人一寡张图啦有法度甲解决。我咧学校，对啦，多谢我的团队多谢你共解决一寡你无甘言。迄个杂菜面菜愈济愈好，炒好阮都无特色的一盘菜迄个袂歹，我听了真欢喜多谢。其实我咧学校咧发行院教册时我拢甲学生讲，我讲法律无遐尼复杂啦，法律就是讲一个道理啦，基本上伊就是迄个利益分配啦，就是讲着冲突啦，我的利益甲你的利益发生冲突了后，法律要安怎解决？公平合理的分配啦，其实就是安尼。咱了解就是讲，后壁的意思就是讲，对各方面拢爱公平合理啦。你袂使讲，我着较大层，所以我安尼，我要决定安尼，袂使啦。就是讲，你嘛拄着搁较大层的对无？爱公平合理啦。多谢张教授，我上时间嘛伫要台湾伫要12点迄个请迄个阳光遐做一个
conclusion ending，啊，你还佫介绍后礼拜的节目，好无？好，安尼吼，今仔日实在是就真正亲像赞成老师讲的安尼吼，哦，咧讲法律问题啊，逐个安尼听甲真趣味安尼，所以伫咧联络的过程吼，我发觉即个蒋教授，我爱甲你叫蒋还是蒋？拢会使。蒋教授吼，拢会使。伫咧联络的过程吼，伊相当配合，啥物代志拢足阿萨哩，一声来讲，无问题，无问题，所以我感觉讲伊实在是做一个法律人咱拢咧想讲，这法律做律师拢是咧举刀咧烧台，咧替人烧台毋过咱今仔日听起来咧实在是法律嘛有伊的即个人情味即个部分啦互咱对法律的即个理解佫有一寡安尼文化面即个人情味的即个了解真多谢好，安尼咱后礼拜的节目我来看一下分享一下。